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门，门第五条。窗门这是读鼻音，咱讲厝、车、船用的开关的出入口，咱拢讲门。像讲大门、车门。另外，像门这类型的物件，咱嘛讲门。像咱讲水门、窗仔门，也有算物件的单位，像讲一门功课、一门亲情，也有一门大炮。文音读做文，像咱讲开文见山，分文别类，也有好文、副文。本口有人讲公文、验公文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门风，代表家风、家庭的名誉；第二个词读做亲门大户，代表弄入去人厝内去乱，或者是怪主人家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第一门风，第二祖公，第三守财龙。你若是有去探伊的门风，就要无应该亲门大户去找人算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门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文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